后来以前拢听讲哦，食咸的会变较瘦，但是有一份针对着18万人所做的调查，却来发现讲，爱食咸的人颠倒会变大颗哦。问题出伫咧倒位咧？营养师讲，这个辣椒番仔姜确实是会当降低着高血压的风险，但是所食的若是这种麻辣火锅，因为重咸、重油、重口味，确实是会愈食愈大颗。讲食一个这个个人的麻辣火锅，热量是2400卡，就要801大楼8蛇，安尼才消会掉。若看着好挑，低到眼袂停，喙嘛哭哭吃，若毋是讲食咸烧肉会愈食愈瘦。倒一份18万人调查，发现食咸虽然降低高血压的风险，毋过腹肚痛却是愈食愈大痛。食咸哪会瘦袂愈来咧？辣椒素确实有控制体重的功效，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脂肪氧化，然后抑制脂肪的合成。那麻辣锅里面的话，它汤底除了辣椒以外，还会添加一些脂肪，比如说是牛油，也有很多加工的食物，比如说像是油炸过的豆皮或者是油条，那这些都是隐藏着我们过重跟肥胖的风险。营养师强调，食咸烧肉确实会当控制体重，也毋过食咸的火锅就保准爽。那你是不是就不吃麻辣锅？会吃啊，我都吃天然的食物，我比较不吃火锅料加工品，那我也不沾酱，那可能油条就少吃一点。尤其是油煎过火锅条，心要瘦就上好莫吃。国健署统计，食麻辣火锅卡路里才被2400大卡，101大头大被8蛇，才当消挑。明年热天，想要等身材穿比基尼修水，咸的火锅就上好，莫食伤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